台语小老师讲，因为我就想要就变数，就变数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351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。大家今天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呢新增了一个新的成员，耶！欢迎他。我们要用台语来玩一个接龙。现在来介绍游戏的规则。每个人会以台南相关的单字中抽出2个字词，再加上下家的台语名字，组合出共2句的台语句子。一局最多可以得到3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台语小老师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台语名字。sen如、医生，突然像台湾国语啊。莹怡，管娃管妈叫我莹怡，我要叫莹怡。刁莹，基米，怎么听起来不像台语啊 ？OK， 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游戏。接下来第一个是炭火烧肉跟飙车，飙车的台语是飙车，天火烧吧。第二个是日头落山，日头落山，简单也 easy 耶。坐公车，哦，简单嘞。很简单耶，不公平。好，那换第3个。第3个是台南的知名画家安通，甲区变数，翕相甲天天完蛋。最后一个是下道，然后第2个是踏车。踏车是什么？塞车。哦，基比才是最不会讲台语的那一个。我真不会。基比是完蛋。我们就要从sen如开始，只要故事有通就好了。我今仔日早顿甲医生做伙飙车，飙车去食天火烧肉，最好食。其他什么天会烧吧，花汉语，没有哦，他被对，莹怡。去坐公车，好，只要故事有通就好了。医生甲我坐公车，拄到交营，阮做伙要去看安通，是吗？安通，过来，因为我就想要就变数。蛋姐，所以我的单词是区变数嘛，所以我去区变数。我甲基米去翕相了后，拄到sen如，阮去食天火烧肉。好奇怪的故事逻辑哦。我讲几摆话。所以莹怡咧，我过来帮菜。交营食了天火烧，蛋姐哦，你无甲交营，你无甲交营食哦。交营是去无。我下昼甲sen如去踏车。等一下，你的故事逻辑在哪里？然后基米哦，然后很奇怪哦，基米明明就是去拍照，他前面跟我说他去吃烧肉。sen如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忙哦，他吃2次烧肉以后，要跟基米去塞车，然后所以是还飙车，就前面还飙车，又飙又塞。那我们现在统计每个人有几分？我记得我3个都讲了。是3分，交营是3分，然后基米只有1分，然后sen如是3分，医生是2分。接下来sen如的题目是排队甲下道，性能零。第2个是翕相，疑的是鸡卵肉，落雨松是美国水松，美国水松。然后交营的是水旗啊，然后第2个是胸丸爹嘛。来基比不能太难哦，基比不能太难。基比是温习惯，日头落山。明仔下昼啊，甲医生，还有莹怡油货啊，要去买迄个 iPhone 13。
好，我结束。哇，你去吃啊是明仔载哦，啊对啊，是明仔载对哦。啊，没了，iPhone 13聊完没？哦，对，然后去加新能力啊，然后第一个词是什么？哦，场外那个参与小老师这样，温一雄，这是一个句子吗？只要故事有通就好了。你啥物熊？线路出去哦，你啥物想要等起来？你啥物想？甲医生甲线路讲再见了后，我因为受过枵，我佫去买一粒茶卵乳。我甲我男朋友约好，做伙去看美国水上。好，就安尼。加一年去找所在踅市啊，踅了阮去中原店啊，翕相食物件。我甲叫伊食完物件了后，甲仙女日头路山进前去文史馆佚佗。为什么你伫日头落山进去？无会暗不对啊？到的是善如跟小雨，他哎呦们跟新北人的骄傲哎，哇塞！跟